祷告手，大家看到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吗？我们可以跟着镜头来转一下。这里是以弗所教会，以弗所以前的古城的所在。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，真的是会觉得有一个成语非常的适合形容，就是沧海桑田。过去呢，以弗所呢是一个很重要，在古罗马帝国的时期，是一个很重要的省会。但是我们如今看见的，就是很多石头跟废墟。大家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，我们的生命中真的是很感谢人所造的呢，几千年过去之后，真的就像这样。但是我们很感谢，我们有一位永恒的神，他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它是也永远不会毁坏的。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想说，我们建造的到底有没有意义，有没有价值？而实际上，如果我们跟这位永恒的神来连接的时候，我们就连接在永恒的里面。这是我们的感恩。那我们也要来代祷，我们所努力的，我们所经营的，是那暂时的事，还是永恒的事呢？求上帝给我们智慧，一起来经历。从上帝来智慧，让我们与永恒来连结。永恒是不毁坏的，就像今天的经文所说的，他为我们预备一个永远的地方，让我们在那永恒当中，不只是经营这个世上的事，更是经营那永恒的事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